接住落嚟係歌唱，有請拍友張寶平老師。我等陣間會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拍友之歌》。呢首歌咧係香港柏根信社基金特別請香港大學攝影隊拍攝咗一部短片，教育短片。而呢首歌《拍友之歌》就係呢部短片嘅主題曲。請大家分享，大家欣賞。我有少少建議咧，加唔加啲開始歌詞？好。個歌詞。好。記得咗攞啦。你呢度。一齊讀啦，好唔好啊？面對偶爾存在爭戰，生活似仍然未慣，碰到障礙亦生疏，雙腳又如何自撐？動作節奏遲了半秒，僵硬為何無力慣？人世間的變幻，誰了解？跟我接受難關。攜手與拍友，面對每天之前，無需怕爭戰，內疚困擾一時，不忌諱放下仇添，我亦願伴隨在此，每段路在旁亦都可以，攜手與你撐下去，愛心支持，無需再被話俗世眼光質疑。能活動自如在此，有勇氣治療告知，活得璀璨亦在實現。自我控制持續退化，擺動又如何盡停？斷斷續續心聲，想説含糊不清，直至兩腳無法控制，走路要平衡和靜。能誰感到這宿命？無歡笑令我啱着無聲。好啦，大家聽到個歌詞好感動啊！咁我哋頭先講最緊要就係話，我哋嘅舞台就唔係要最叻最專業嘅歌唱或者係舞蹈，最緊要係咩？由心而發，將我哋嘅呼聲，將拍友嘅呼聲同大家分享。希望你嘅掌聲支持我哋，好唔好？好啦，我真係將時間交翻俾。多謝啊，周文輝老師俾呢個機會俾我喺台上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呢首歌係我第一次公開同大家唱。多謝晒你先，多謝我請大家包容。要多啲掌聲鼓勵啊！
多謝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進步。多謝。